职业中，球队战绩与人气往往成正比，美国职篮 NBA 纽约尼克却是例外。尼克本季胜率仅2成出头，恐创队史最糟战绩。不过主场赛事仍旧人气沸腾，球队价值傲视联盟。尼克主场麦迪逊花园广场位于曼哈顿中城黄金地段，和闻名于世的帝国大厦相距不远，拥有得天独厚的地理位置，因此成为不少拳击、摔角、演唱会等盛事的举办地，也是北美职业冰球联盟 NHL 纽约游骑兵队主场馆。由于 NBA 在台扎根多年，台湾球迷只要听到麦迪逊花园广场，往往会联想到尼克队。只不过，尼克挥别名人堂中锋尤因 Patrick Ewing 率队的辉煌时期后，转眼间已挣扎近20年了。自2001横线02赛季以来，尼克只有3季胜率突破50%，4度达进季后赛。最近6年，尼克再度陷入黑暗期。2月26日主场战胜奥兰多魔术后，尼克本季战绩13胜48败，在东区敬陪末座。赛季结束前，尼克必须至少再拿4胜，才能避免改写成军以来最差战绩。不过，根据商业杂志富比士 （Forbes） 最新估算，尼克价值40亿美元，约新台币1240亿元，比前一年增值11%，连4年在 NBA 球队价值榜上居冠，与每况愈下的战绩形成强烈对比。就在这份评比出炉前一周，尼克将因伤整季缺阵的当家球星波辛吉斯 （Kristaps Porzingis）交易到达拉斯独行侠，球队高层明显想砍掉重练，清出薪资空间以便网罗巨星，并以战绩摆烂换取高顺位选秀签，来年再战。尼克以纽约为家，而纽约客又是出了名的嘴巴不留情，战绩烂了近20年。尼克老板杜兰 James Dolan 即使靠着麦迪逊花园广场日进斗金，颜面仍挂不住。在外界奚落声中，杜兰都受尼克的传闻不胫而走。体育频道 ESPN 去年12月披露，杜兰受够被愤怒的球迷骚扰，放话只要买主肯出50亿美元，他愿意脱手。杜兰经营的麦迪逊花园广场公司 Message 虽透过声明否认有意出售尼克，但上周又有报道传出杜兰求售尼克。Message 这次以100%杜撰驳斥传言。无论杜兰是否真想卖球队，尼克球迷是否是刀子嘴豆腐心，主场观赛数据都显示球迷对尼克不离不弃。尼克本季主场观赛人数逼近19000人，较上季略减，仍排名联盟第10。尼克战绩再不堪，多彩多姿的主场活动，星光熠熠的球场前排座位，震耳欲聋的球迷欢呼与嘘声，多年来始终如一。讲到尼克球迷，就不得不提号称天字第1号尼克迷的导演史派克李 （Spike Lee）。2月16日，影星唐奇铎 （Don Cheadle） 在周六夜现场 SNL 机智问答短剧中扮演史派克李。当主持人询问是否觉得会赢，唐奇铎回答：“过去25年，我每年都买尼克队季票，你以为我喜欢赢吗？”这句台词道尽输球已成尼克文化的辛酸。更讽刺的是，唐奇铎当时身穿印有布鲁克林字样的球衣。篮网过去在新泽西常被贴上烂队标签，搬到布鲁克林后奋发图强，本季重建开花结果，在生涯首度入选明星赛的罗素
D'Angelo Russell 领军下，篮网以32胜30败暂居东区第6，有望闯进季后赛。可惜的是，篮网即使战绩力压同城对手，主场巴克莱中心的观赛人数仍在联盟吊车尾，受关注程度远远不如尼克。据富比士估算，尼克与美国职棒大联盟的纽约洋基并列全美价值第2高职业球队。如果洋基是部分媒体口中的邪恶帝国，那么将尼克形容为 NBA 的天之骄子也不为过。就像纽约洋基和大都会队的差别，就算洋基战绩再烂，凭着悠久传统与名气，观赛人数和新闻热度总是能赢过大都会。尼克即使战绩凄惨，毒舌媒体照样能骂出新闻，话题远比篮网队多。尼克主场人气不坠，也就不令人意外了。